华人拢真爱食鲍鱼，不过南非即马鲍鱼欠货，所以偷掠走私的情形是真严重。历史数量减真济，即马已经互列入去强要坐证的名单。一个是个大个肥嫩，红叫做是海味的冠军的南非鲍鱼，是真侪人上爱食的。其中香港和中国是伊上大的消费市場。遠古以嚟傳落嚟嘅一個特別係皇帝御用嘅一個菜式啦。咁但係鮑魚咧就係象徵富貴啦、尊貴啦。為咗這麼大嘅數據量會當滿足，南非鮑魚過去40年來，一直互大量非法的烏白掠偷掠，也成南非鮑魚是成長甲真慢，需要8到10年才會當成長完成，產量有限。1970年代，南非政府捌引進配額制度和刑法來確保野生鮑魚的數量穩定。到80年代尾是漸漸放量，犯罪集團是看準鮑魚的烏市經濟，大量走私非法偷掠，造成鮑魚的數量大減，甚至都要無啊。但連一般漁民嘛在偷掠。There's no other work in Houston, so what other option I would not take? I would obviously, because it's an easy way in poaching. That's what I'm saying. It's all about putting bread on the table. 南非鮑魚合法會當掠配額，當年加是100棟，但是根據國際組織第2022年的報告，敢若香港當年進口南非鮑魚都有2000到3000棟，其中一寡項轉賣去中國、日本、台灣等等。這鮑魚是毋捌感受過海洋，或是大石，用市場是透過選擇性的生態，調整鮑魚的生命周期，互因一日就會當變大。Our main aim is to get them bigger, faster. And to get the yield up or the taste and the color the client prefers. 野生鮑魚面對生存危機，催生養殖鮑魚的產業出來，但對保育團體建議甲養殖鮑魚野放，業者態度保留。I don't want to start a vicious circle. I put in, someone else takes out, and it all ends up with bad people. If government can come up with a plan so we can protect what we put back, we'll be in. 業者講，除了無確定甲養殖鮑魚野放對環境會有啥物影響，嘛希望政府在防止偷掠有閣較濟作為，才袂惡性循環。公視新聞江門編譯。